讲一日为师是千载为父，以后咱拢是同一家人。金明先生，请用茶。多谢。几年，你还阁伫咧读书咧吼？几年的？大一。大一吼，你时间还阁真长咧，前途无量。我是今年上大学之后才有跟王老师，然后跟小米老师学习。然后我想要先跟两位老师道歉，因为其实很多老师都说我看起来很聪明，可是其实我学东西学得很慢。然后当老师在教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其实还没有办法适应老师上课的节奏，所以我常常上课的时候就愣在那边。我想要先跟两位老师道歉，因为我不是有意不好好学，我是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对，然后很高兴这次有机会，就是老师告诉我说有医生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跟老师的缘分，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在还不知道有医生这件事情之前，我真的想都没有想过，就是要跟着一位老师这样子学习，或者是有一位就是可以一直照顾我的老师。觉得很幸运，这次可以参加医生，然后成为老师的学生。那我年纪还小，我以后时间还很多。那请老师以后不要吝啬，然后把你的东西全部都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好好认真学，然后不会比任何一位学姐学长都差。最后我还阁细汉，有啥物做唔对的所在，但是才会算。无认真的时阵，请老师教我严格。真乖，真的吼，你拢是歌戏的种子，以后歌戏老师拢是靠你。做一个演员哦，第一不能骄傲。拄则老师有讲嘛吼，好是别人讲你好，毋是你家己讲你好。吼，爱就爱学做戏，学做人。吼，爱会记哩讲修口、修心、修习对。吼，你有记个吼？拄则老师讲的，安尼你有伫咧听，真乖。好，以后老师会严格哦。好，乖。